红花正圆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条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，粉红青芳现娇美，又送心爱的人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给连你。等春天，透出个爱情诗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条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，粉红青芳现娇美，又送心爱的人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给连你。来，哦，好。叫阿爸。好啊啦，伊才几个月，伊若真是会晓叫阿爸，我唔就惊死啊！吼。丽丽，这女朋哦，虽然唔是咱亲生的，也毋过我感觉甲咱足有缘的呢。是啊，我头一摆看到伊的时阵哦，我嘛感觉伊足有我的缘呢。叫阿爸，李白，准阿兄，李永姐，阿强，你哪会来？就刚来啊。你讲一件代志。这，什么代志？好消息咯，你考中啊？第一志愿。伊和伊对，恭喜！够啦，赞啦！对呀。赞！想袂到伊考到遮尔啊好啦，秀萍若是伫的哦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可惜，我即摆考入大学，阮阿姊无法度看到。其实我也都考入一行医，拢是阮阿姊给我力量。我一定听阮阿姊的话，好好做一个医生。阿强，我有你这种小弟哦，我足公平的，赞！多谢你。这个5万，公平啊6万5，哎呦，赚得多哦！地大树，地大树，18万啦！阿嫂，汉春8万5，你奖呢？足济呢！哎呦，阿妹我安尼一个月赚起来20多万啦，免偌久哦，就顶好买老瓦厝啊！阿哥啊，你遐尔爱住老厝哦？啊无规气啊，咱租厝卖买倒啊吼，啊叫阿兄住咱遮附近哦，买一间栋老厝啊，你住安好无？无喏，你哪会你讲租厝无买回来啦？你
哦是安尼拼生拼活哦，就是要为着要祖厝倒转来的呢。啊嘛是哦，我的愿望了。家己讲出就来紧张啥物啊？迄要祖厝倒倒嘛是我愿望啦。哦，布丁啊，啊两个在安尼相揽，你这个想好清楚呢。我来后边红领钱啊了。有啦有啦，我写甲足好势哦，一身高恁都无顶打着呢哦。啊 Q 啊有有啦有啦，拢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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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遮拢写好啦。这雷党哦，上一步阁袂歹，大家力量集中，啊，工作公平分配，吼，啊，所赚的钱啊，大家做公分安尼。哦，安尼大家做得比较欢喜甘愿，所以人讲，迄要做大的人，做头人头壳拢较好啦。对啊。哦，啊，若无讲要管遐济人哦，有时啊咱想讲，哎哟，迄罗马饲出，毋知是毋是歹人？我感觉毋是，真照顾人，腹肠足宽。毋知人一句话讲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哦，我头摆互伊惊一个呢，迄面啊是安尼欢喜怀怀，想袂到讲啊心肝遮尔好，对伊足感恩的啦，互咱机会。咱就吼继续拍拼啦，吼，甲祖厝买倒，我就会当甲你去平湖住做伙啊。啥呀？你要去甲阮住做伙哦？对啊，啊我也无爸无母无兄无弟无姐无妹无宝无教，我无甲恁住做伙，就要甲人住做伙啦。哎哟，大哥呀，你的心情哦实在有够可怜的啦。我看哦，安尼啦，你都无爸无母啦，啊我无囝无儿啦，规矩哦，就咱来互我做囝，你看啥款？我互你做囝，嘿啊，袂歹啊！你互阮阿哥做囝，算也是我表小弟，咱毋只是正式面目他称呼，哦，所以你看。对啦，你叫做大树，伊叫做大棵，迄共款就是大啦。啊，你想看觅，阮大哥，啊，即个做大棵的，两拄安尼撸出来吼，体格有够残像的，讲亲生的人嘛要信。对啊。啥款？好无？我当然嘛好。阿哥啊，以前我常常甲你创治，啊，搁有一摆吼，甲你带去小病院，啊，有叫笑话，别怪我。哎哟，咱过去的代志就准拄好啊，我也无伫咧怪你啊啦。会看这个办事，你是毋肯认我哦？我当然嘛肯啊，别紧拜你啦。拜落呀，叫我亲啦。母亲在上，受囝儿100。紧起来，紧起来啦！哎呀，紧起来！我乖哦，哎哟，阿母的乖囝哦，阿母会好啊，疼惜你嘿。乖，阿囝的乖母，阿囝会好好甲你友好。阿母，乖囝，阿母，你该翕死我你讲。阿母。小妹啊，来，啉一杯。不免啦，不错。好。不，坐得起哦，来，凉。公嫂，你要转去平湖？是啊。陈娘嘛，恁即马生意做了好，是安怎要转去平湖啦？就是嘛，啊，等于要创啥？啊，着家己的所在住着较惯势啦。平湖已经住几啊十年啊，啊，鲍鱼较大吼，嘛是袂舒适。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，也毋过阮就毋甘的呢。毋甘我嘛是毋甘啊，啊，不过咱即马交通遐尔方便，若要来相找哦，你着飞机搭咧，船坐咧，啊，着到位啊，较接啊来找阮而已啦，吼。陈娘嘛，啊，你生意做得遮好，放来敢有足无彩的？无彩嘛是爱放啊，人人生哦，该放下的时阵就爱放下啦。啊，若即个生意人是雷党的，甲阮斗骹手的，啊嘛应该爱害人的时阵啊。陈娘嘛，啊，恁转去了后有啥物拍算？大个，继续穿船长就好啊。无
无啦，我无资格当去宣传长啊。啊，乡嘛毋知要做啥，时到才去讲啦。啊，恁什么时阵要转去？明仔下晡啦。啥？遮紧哦？哦，伊搁拄仔咧下地，啊，你无赶紧物件传咧讲呢。钟阿强啊，惊一包呢。小俊，小俊妹，啊，你哪会来啦？阮来送恁啦。哎呦，免遐功夫啦，他昨昏就烧死过啊，讲。陈娘嘛，你即摆转去哦，毋知什么时阵才会当见面，阮真做毋甘的啦。孙女嘛，孙女妹啊，哇，哎呦，啊，你哪会来啦？拄仔为校转来，我拄仔巷口拄着伊啦。安尼哦。阿强，要对阮等下过阮看看。当然咯，今仔拜六啊，物件传好啊。哎呦，啊，你真好，真好。哎呀，做袂记。哦，你妹啊，还袂生喙齿，你莫话一直共点喙齿啊，一句一句。人这吼，时代啊，就爱愈来愈生俊男，唔好你定句一句，先好你迄就差。丽玲啊，啊，咱囡仔共邀来吼，都爱好好共看顾好呢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真好，我惊你无经验呢。啊，等你介意囡仔吼，煞袂紧想办法生一个。恁老爸老母上烦恼的就是恁呢，厝内孤囝呢，嘛袂用安尼对因不好。我紧想办法去娶一个，生一个，知无？好你话，好你话。哟，陈娘嘛，我的婚姻大事哦，免你烦恼啦。你看，我烟头搁拍拼，饲了果水搁袂歹看，大金弄够我。哦，你话啊，那是咧臭屁啦，等你好型哦，也无比我较水啊啦。哎，你讲咧啥物话？你看卖，我心肝够，百财骨转，你要安怎搞比？你向我拜就对了。对。阿母啊，我来向你拜拜啦。当时哪有阿母？阮阿哥做阿母啊。你有阿母哦，就好的呢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守在妈妈的。我想到啊啦，恁两个莫在哭哭唱啦，嘛会用的啊。咱顶下吼，定讲要认秋萍做查某囝啊。手边都王生啊你。啊，即马还佫有志强啊。哎，这好哦。啊，姐姐要出拜啊！免安尼啦。阿爸，阿母。阿哥啊，啊，人是你即摆呢有影有成咧搬厝啊呢，啊，逐项搬到头，啊，你含这10外年的滚水罐啊撒出来，你计话拢免讲，啊，这物件哦，是我安尼一身5年哦去买转来的呢。啊，若无摕转来咱兜哦，哎呦，会拍算啦。哦，我真正无法度，迄阿公哦，这也要治，迄也要治哦，逐项拢总要治啦。迄家仔我是已经等足侪耳条呢，啊无哦，搁较济哦。阿哥是有够欠的啦。欠较有底，欠较有底啊！哦，啊，若是安尼，咱是要怎搬转去平湖啦？哎呦，你这里放心啦，咱若说不要叫吼，我的牛仔囝来拍。我啊！你叫我牛仔囝，哟，啊你毋着牛母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伊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即个我这做事当要做倒转来哦，拢是互恁烦恼的啦。哦，你咱做费事的啦，我你做欢喜，做感激的啦。莫来讲，莫来讲，应该做的啦。是啊。足好的啦。人讲吼，搁较水的皇帝殿哦，都毋但你家己会去食了啦。哎，阿公，啊，家己的厝啦，家己的厝。啊，你滚水罐莫摕条条啊。啊，那再看一下哦。阿强，来，阿健。陈弟妹，说是教你，即摆这个厝就是恁的哈。哎，多谢你有应啊。没啦。啊有影，我真传等。你若对咱乡亲甲因讲，互讲阮小木生意好势，我会随家小去甲因拜访，甲因先做。好，我连晚就去甲因讲。哎，陈弟妹啊，你做人真正信用啊。是较早讨钱啊讨啊暗哦，足歹势。哎，阮毋才有歹势，甲你欠啊久，是的，啊，多谢哦。啊无，我即摆就来。
赶转来啊，计个代志莫想啊，出去啊认真拍拼，将来一定有出头天的日子啊。拢是阿兄帮忙啦，像即摆要转来遮，若无你斗烦恼吼，一切嘛袂遐尼舒适。啊，阮的困觉拢结束了，阿兄你的困觉咧，阿嫂敢有转来？擦，莫讲迄查某的代志啊，那迄查某我无遗憾啊。哎呦，阿兄，你哪甲讲个遮歹听啦？爱甲带转来圆满啦，看伊伫倒位吼，你甲我讲，过2工啊吼，我来甲带倒转来。好啦，阵个即摆莫讲这个啦，讲恁的头路啦。啊，以后拍算要安怎？以后啊，以后是就着这阵工作时间，以后再做打算。你是咧讲啥？还袂想着要做啥啦？有影练小话咧。人咧讲海海人生啦，咱的人生哦，嘛是真趣味。以前咱上爱来遮看一片海，今仔过来看海的感觉，规个拢无共款。哎呦，啊，这个囡仔咧徛喺遮要创啥？哟，因摆我看到海水的时阵，会去想着阮阿母。即摆看到海水，不但想起阮阿母，还有阮阿爸、阮阿姊。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啦，因已经拢往生啊，你加想是加艰苦的。我知影你爱看海，后摆若过来看海的时阵，莫想伤心代啊。你的目睭前有阮2个伫的，阮既然做你的爸母，阮就有责任好好看顾你，绝对袂当互你搁再受委屈啊。对啦，阿强啊，人生本来就变化多端呢，若无坎坎坷坷，是咩叫做人生呢？所以吼，啥物代志都毋通想遐济，知无？我知影。我有一个师傅啊吼，捌甲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咱人敢若露水共款，迄是有够切的啦。吼，啊人甲人的中间啊，会当斗阵拢是缘分啦。毋管是讲做爸仔囝，还是做兄弟，还是做姊妹啊，甚至是讲做朋友来讲，这拢是有因缘的哦。缘分啊到的时阵，自然就斗阵；缘分啊真，自然就分开啊。啊，你甲恁爸甲恁姊啊，算讲缘分已经尽啊啦。哦，啊，就莫想遐济。哦，要得到后世人，若有缘，大家做伙嘛不一定啊。多谢师傅啊，开始。阿弥陀佛。气感气感。你讲安尼伤心，囡仔听无啦，讲较浅的。讲互你听下，你也看嘛，迄片花安尼开甲遮水个咧，迄甲咱人共款。花若长水长红，就敢若咱人长青春，所以你着爱好好把握人生。啊，若像阮哦，是日头要落山，啊，你是长要蒲头，叫做花开正红时，爱把握，知无？阿爸、阿母，你免烦恼啦。人讲人生70才开始，恁即摆是青春正当时。哎呦，这囡仔大汉啊哦，你甲看没？规拢粗用起来，胸宽唔够哦，佫会晓甲阮安慰哦。哎，讲咱青春正当时啊，你听嘛？会晓讲人是甲咧安慰，但你即班的青春正当时，我是咧烦恼你以后毋知要创啥物。哎呦，咱这少年出国去拍拼，啊，咱老的转来，当是要哭啥话？下晡你看。啊，你问我，你一家之主呢？我一家之主，你比我较大，你减一点一家之用，你袂记？你要问我哦，我讲的你无一定兴趣做。讲看卖，就莫开地点啊，就好啊。地点嘛是你较兴，我才无爱。那我是想讲较爱种花。种花，种花也算头路。种花当然嘛是好的头路。阿爸。你也看人台湾有种菊花，有种兰花，外销去外国。而且阿母做爱兰花啊。你也家己种，你当然冒着性命危险去山顶挽回阿母咯。啊，种花我直接种咯。你种你做你去种，咱来种花。种咯，种咯。
这样行，这样行。嘿啊，是安尼啦。啊，我后壁面迄排水沟吼，啊，拢袂通咧。因迄条沟啊，本来就是你到你还是沟仔尾，啊，你沟尾是迄阿弟啊，饲猪的，伊佫规地田工位一半，所以沟仔中规个猪屎尾袂通，遐嘛塌掉了袂通啊，对吧？啊你，我是讲吼，无啦，你这代志唔着去找，即摆传你去找我，等你。好啦好啦，你要拍掉。以前你做会足好的呢，哦，即摆船长拢做无好。无影啦，无影。来，船长啦。哎，英雄啊，你来来。啊，三早着，阮迄条水沟啊，定咧低调啊，占条拢袂通啦。安尼哦。嘿啊，啊去甲伊讲几啊届啊，见届嘛乌乌了。啊，叫船长反映啊。有啊，我嘛甲即个船长讲咧，啊讲啊即马无消无息啦。我毋知是讲拜咱船长伯啊出面一下。哎，袂用的啦，伊即马无咧做啊，无方便啦。啊是讲船长伯啊，着做人较早。啊，无你是咧回啥啦？啊，叫我来遐，搁出来选就好啊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哎呀，出来甲伊拼，那你选咯，绝对阮调的啦。那好啥啦？选举哦，都爱开真侪钱呢，啊，都爱共做路财啦，啊，无趁钱都加无用的啦，选咧免面啦。查某老呀，而且，那你这想法吼，是足不对。啊，足侪人吼，拢甲你同款的想法，无怪骗哦，龙哦，袂出脱，袂发的。啊，你这个囡仔哦，好啦，船长伯啊，我出来选啦，拢等我你压倒。大家好意我知影啦，啊，若有机会甲大家服务，我往来正的啦。安怎选啊？无啦，我即摆事业都开始哦，行较无用，若有啥物事做无够，咁就加麻烦咧。啊，你若讲哦，本庄真正爱有人出来服务，现场就一个啊。像。哦，阮某，哎，我爱甲讲，伊这个家宝性哦，甲大家服务一比中。嘿，袂用的啦，我袂晓啦，啊，毋拄选我无调，闹亏死。啊，我甲你徛台啦。好啦，动算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。泪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喂，公英，安怎？啥？船长选着船长，后日要庆祝。好，我一定到啦。好。哥，你记唔对啦？若是拄我当选的船长咧，爱叫船长啊啦。拢会用的啦，你叫我船长，我阮翁要安怎？啊，船长讲啊。叫我大手就好啦。拢叫名就好。来，这，请。后壁搁规拖拉骨咧。船长，也毋是选总统啊，遮远嘛着搁看啦。应该嘛。第四。安尼叫第四。船长换人做。
是啊，歹看面。你是贵宾啦，来啦，歹势哦，歹势。春蕊啊，就咁定你伫讲诶。啊，伊就是吼雷党的啊，我无甲你介绍，这我亲大兄。哦，对。各位乡亲啊，好好甲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听讲我有一个温情人吼，就是这位啦，雷振东先生。请坐。哦，今仔日若毋是雷先生吼，阮翁仔某嘛无法度搁再东山再起啊。多谢啦。讲实在啦，春花啊带互我的吼，比我为伊所做搁较济啦。伊这款坚强、遐尼正义的这款的精神啊，我足感动的。今仔日认真讲起来，感谢毋是伊呢，是我爱甲感谢才对啦。高乌老歹势，你甲看这型兄弟的开口，也毋过吼，真正有北长人足好的啦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上好的朋友，这吼新的少年的企业家高俊兰先生，甲伊太太。啊，迄个叫做胡立伟啦。啊，这位顶顶大名医生陈文华。医生的哦，讲到医生我才想到，顶下我捌听你伫讲起讲什么，咱这岛的无医生馆的哦。真系无医生，无病医啦。安尼对咱这传名有影足无方便的啦。无法度咧。我是这回来啊，头一个目的我唔想到，我要捐一笔钱来起病院。无偌济啦，啊我今日支票我有找来，啊我1000万啦，啊我1000万啦。传点嘛，我嘛捐500万。我嘛捐500啦。我捐1万。这叫成功啦！迄捐1万的话上大声。袂啊，一点好啦。咱遮一岁人我无啊，不要紧。我转来台湾吼，我会叫我一寡朋友斗捐一下。感谢。哎，是讲哦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来，互代志圆满起来。哎呦，啊是讲我上惊是安尼，到时病院有圆满，医生无圆满，惊无人要来服务你。阿母，这你免烦恼啦。你转来啊？嘿，听我你讲欠医生的代志哦，唔免烦恼。等我银行也毕业，叫几个同学来甲这共同服务。哎呦，我袂记我这个要做医生啊啦。阮病院哦，马上到支援啦。这老资格，对，啊你有解决啊你。拜托，感谢。逐项拢好起来呢。啊，赞。还是阮某做传递较有办哦。我甲你学的啦。祈求土地公主，是毋是帮忙阮这间病院会当早日动工？若是会当咧1年内动工，祈求甲阮圣杯指示。圣杯啊！阿嫂，来，阿金啊，你莫阁想遐尼济啊啦！毋是干那你用骗啊！早哦，我袂晓想的时阵，我嘛是被人骗过。你看，我即摆日子毋是过了足好诶，阿嫂，每一个人拢会做毋对代志啦。人伫咧讲，仙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踏差啥人无？啊，等你今仔就知影通倒转来，阿兄一定会量情的啦，吼。我较早对你也刻薄，你即摆对我做，我实在感觉足可笑。那家己的人也无去互别人骗去啊啦！你是阮阿嫂呢，我都无咧计较啊，袂啦。哇，我拄则安尼，阮甲你抹好势，啊，你要搁扣的吼，等下搁2撮目屎啦，你看，真好水，阿兄才会爱你，吼，阮毋通搁火去啊啦，吼，莫扣。哎呦，这大树哦，去找因大舅啊，哪会去遐尼久，甲即久也毋转来啦。金啊！哎呦，大舅啊，你来啊，你来。
啊，春来我要招我爱人咧。吼，啊大金啊都前几工啊，大舅啊，甲春蕊去甲找倒来啊啦。啊，即摆春蕊伫咧内面伫咧甲伊考劝，来，咱紧入来，紧入来哈。你是讲表阿姨哦？嘿啊。大舅诶，你也无甲讲个清楚啊？我甲你讲，你都袂来啊。行啦，紧啦，入来啦。是嘛？啊，你若惊我唔肯来啊，了解我的个性啦。我无可能原谅伊啦，无可能接受伊啦。阿兄，哎呦，高真呢，塞奶一个啦。啊，人迄阿嫂就知影通回心转意转来啊，你莫互人一个机会。哟，阿兄，人家某冤家就带定到人生鼓励，了就好啊。对啦，啊大舅啊，我以前来恁遮的时阵我看翁仔某安尼带出带进，迄感情遐尔好伫咧，就会是安怎会变甲安尼啦？是嘛？较早是较早啦，较早伊人分顾家阁有量，啊，即摆呢无人分无顾家阁无量啦，变款一个人啦。哎呦，阿兄啊，你讲这话足歹听的呢，迄查某人互你讲就到底敢袂听的哟。唔通安尼啦，这抓伊离家出走，嘛是为着我的代志啊。啊，你若唔谅解伊哦，我嘛有责任哦。阿兄啊，你较早毋是定甲阮考劝，我若含大树仔冤家，你就讲啥物翁仔某是顶世人相欠债，啥物即世爱害，后世人才毋免阁害来斗。啊，既然翁仔某是相欠债，啊，你是要拄遐债务咯，对无？啊，人讲哦，钱无两个是跋袂单啦。翁仔某冤家，敢若阿嫂一个敢冤会起来？阿兄，你个性敢就遮温顺是无？因为咱歹识地了。对啦，大舅啊，当当时阮老翁仔在生的时阵啊，阮两个翁仔某是卖安尼冤家娘济，相把玲珑堆哦。我迄个时阵是考虑讲，我赶紧离开我的身躯边啦，卖安尼甲我高高甜上好啦。啊，等2年前伊来过身去啦，我才知影讲哦，有人骂较赢无人骂啦。但即句呢，我若想讲哦，要有人来骂我哦，嘛无迄个机会啊啦。阿兄，你甲看阿姑迄个表情，敢若找无一个通介绍吗？真怨叹哦。有会啊啦，阿兄，咱拢有会啊啦，搁找也无较好的啊啦，人阿嫂会改啦，性地会改啦。好啦，莫讲我听你话啦。阿嫂，进来啦，进来。娘，我知影我唔对。若知影唔对就好啦，自己会晓改啦，爱重新做人啦。哪里厝会做你转来？你真是要接受我？安啦。啊，人都讲好啊，就紧坐落来就好啊。坐咧哦，阿兄啊，你即马口气哦嘛，还阁敢咱咧骂囝呢，这是某呢，毋是用骂，爱用笑的，甲安起来，知无？咱咧阿兄大男人主义啦。大家会当团圆哦，安尼上好诶，上欢喜诶。你欢喜，我无欢喜哦。是安怎？我哪样？一阵啊胃啊，左左右右，怪怪疼疼。是安怎？我是安怎啦？左左右右，怪怪疼疼。啊，去送病院啦！我今仔甲秋萍共款啦。啊你背你夹背，迄太过贵啊！你黑白讲。我看你看一个好。是啊，春霞身体要紧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，天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你讲的是真实的？这种代志敢会当讲算笑？你的意思是？无毋对，你要有心啊！怎么样？你听到无？阿娜达啦！阿娜达！阿里亚卡！哎呦，我的妈！哎，感谢天公伯啊，多谢天公伯的帮忙。哎，医生，多谢你的帮忙哦，多谢哦。这种代志我无法度斗相共，是恁翁有才调啦。啊，毋是啦，哎，讲唔对啦，讲唔对啦。会使会调，你即摆有心啊，尤其哦，营养要特别注意哦，知影无？安尼哦。大手诶。做伙。紧来甲因讲啦。行过。啥？有心啊！嘿嘿，我要做老爸啊！我这个照顾啊嘛，足欢喜的啦。春花有心哦，都爱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哦。
3、4个月来就了少有啦。哦，春花啊，你这是头一体呢。啊，你哦，什么代志哦，大项细项的哦，拢都爱较细致的，有听无？唔通去动着太气啦。我知啦，大项代志拢爱较细腻的哦。阿嫂，啊，我来摕枕头互你听。安尼我搬碰床。搬碰床要创啥？阿嫂办公啊，摕一个碰床的办公啊。你是咧讲啥？啊，一个碰床放在客厅，敢袂看口的了？袂个安尼啦，即摆有心虽然是足欢喜的哦，不过我嘛烦恼呢。我烦恼讲，啊，船长共当选无偌久尔，后摆全面的服务看是要安怎就好。这你放心啦，你一人当选，恁规家遐5个人服务啊。对啦，阮哦，拢会甲你斗3工啦。村民哦，若敲电话来，阮就甲你走啊啦。啊，若较重要的哦，你才甲你走就好啊，对啦，若初当好我就好啊啦。啊，若有就换我就好啦。哎，我甲恁2个交代哦。春花啊吼，伊还袂生以前哦，厝内面大细样的物件哦，拢总袂你甲我拍叮当的哦，袂你举铁钉哦去乌白钉的啦。啊，家倒哦，袂你乌白甲乌白剪的啦。啊，若无哦，是迄当着胎气啦，知影无？啊，知啦。爱记。我要抓着。大呆。坐落去，轻啊坐。对啦，春花啊，即摆有心地咧哦，我就赶紧来去菜市啊，哦，买一粒鸡肉来甲补一下。阿母啊，阮阿嫂吼已经有够肥啊啦，啊若我补落吼，会肥滋滋啦。你这讲母大可唔？啊，咱毋知想较肥，讲较肥就肥个肥，啊，咱2个想较肥。好啊啦，你啦吼，你来人安尼有香无嘴啦，我紧来去换菜拿。免拿个。好啦，哎啦，人家笑我肥滋滋。阿母啊，这大哥较细腻的啦。阿哥，行路就要用听的啦。用听的啦吼。哟。遐大可够才混过月。阿公啊，大手讲你的歹话。知啦。阮后顶哦，来落架。啊，免去行较紧的呢。袂，慢慢行，这一定慢慢行。我安尼敢若咧混过月咧。哎呦，头一摆大大一直注意。OK， 来进前，好来，阿姑，好来，进前。那都爱行安尼。这医生有交代啊，医生讲你上少一天爱散步30分，你定无够，看毋到洗倒去啊，所以就加减连性搁捌骨者。啊，连性，一直连性，一直捌骨，安尼足像咧跳舞呢。安尼好啊，运动啊，可能讲。哎呦，我这边我到位啦。两工要收水的，我讲。哎呦好啦，你才顺利洗落。啊，袂得啦。啊，爬山啊。无呢。大海。春花啊，等你迄牛肉食完未？是要食完啊。阿妹，来，哇！搁一碗哦。哟，换这腰子啦，你食腰子补腰子，对你身体才有腰子味啦。腰子味，我强要食到腰子面啊咧。来，阿嫂，哦，我这香菇哦，煮香菇鸡互你食。你哪会香菇？你是阿哥啦。哦对哦。阿哥煮香菇鸡啦。未来的阿哥啦，煮香菇鸡互你食。啊，我过来煮青菜。我过来炒青菜。走。小。过来哦。哦，这胡啦，哈，这碗胡啦一定爱食落去哦。食胡啦，补胡啦，你才会生着胡啦囝。哎呦，春花啊，这你放咧啦，我来做就好啊啦。我都备好啊。哎呦，你安尼大心大命哦，你袂用做这个工课啦。我家庭主妇呢，啊家庭主妇也无煮饭，也无洗衫，我是要创啥？啊，那这个工课拢互我做，你敢若负责生囝就好。哦，你大心大命，来，好可能。哎呦，无加减啊叮当。哎呦，大心大命，佮你甲我做工课啦，免来用的。大手啊！哎呦，你大心大命，你在创啥啦？
摕冬瓜茶来互你啉啊！哦，啊你排到这间冬瓜，搁灌冬瓜茶来，我身体水早你袂掉。我惊你嘴焦。啊，我叫保丁来灌来就好啊。保丁来去买囡仔面床啊啦。哦，不要阮阿囝困的哦。来，叫阿爸，叫阿爸。现在，哎呦，现在，是。安怎啦？哎呦呦！我到听哟。阿哥啊，公园啊，紧来啦，要生啊，啦！阿母生啦，阿母，我要生。真会啊啦！紧来啦！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。为要开单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先生会听，你唔好哎啦，袂使举凊个分完，袂紧张啦。哎呀，唔系遐紧张啦，连咪就要生啦。哇，莫烦恼。阿哥啊，去咧。阿哥，啊，那尾啊吼，富迄个出来吼，我煞加一块啦。是啥物加一？陈伟啊，我这做舅公啊吼，要拍2条金链啊，互因啦，互因交大汉，交大汉。安尼收遮侪金链啊吼，所有拢甲管拢叫阿妈滚，只剩都动动丁。你咧动动丁啦？嘿，阿哥哦，来拍一个金牌啦。啊，个金牌哦，拍一个金牌哦，啊，就是妈祖出巡啊。我嘛有啦，这我一点仔意思啦。啊，你也金牌哦？唔是啦，这是红包啦，当现金啦。哎呦，这大工呢，伊包的拢做大工的啦。之前开面单也收无着，即摆要甲你收起来。谢谢啦，多谢。来，坐来坐。哎呦，安哥，乖。啊，是拢出茶未啦？也袂啦，阮囝还袂号名呢。来，斗号名，来这。哎呦。看到阮阿强的，我才想到啦，今仔日当有这2个遮古锥吼，爱感谢阮阿强的帮忙啦。什么是感谢阿强？感谢我拼到要害咱。你是咧讲啥？我是讲阿强哦，足福气的啦。自从伊来互我做囝吼，啊，就带小弟来，小弟啊，甲你号一个片名叫做小弟啊。感谢谢。那个爱算哦。啊来啦，正式哦，阮这2个古锥搞到一个名。哦，来了。哦，参长，这查某的哦，甲参长妹哦，拢无共啦。哎呦，足水哦，嘛这足大女的呢，叫做好家在啦。阮姓陈，你叫做好家在。地家在。袂听的啦，啥物咧地家在啦？新村里有地家在，啊，就是阮大树啊咧，啊，毋叫做地心瓜。不成全啦，这是我讲的。啊，这2个囡仔生做遮古锥，互定较正经的名啦。家己好啦。啊，煞要甲号做地仙公。我若要合安尼，不如合做地水边。哎呀，那是总统呢。那个查甫号电总统，查某号做电夫人。哎呀，好康，咱就平民，咱就较普通的就好啦。我来好啦。我算老的囡仔老爸嘛。
当然咯。无是较正经的，嘿啦，对对对对较大司机的啦。对了对了，先出是这个吼，这个头一个，叫做订一个，这个订两个。这种讲的哦，我是要订几个啊？讲我身体好啊，歹啊。莫乱讲啦，安尼连讲我好一个，咱过来报出声噶。出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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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彩啊！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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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。是啊，水当当啊！皮肤够白哦，你皮肤够白哦。哎呦，我食啦，这甜点不是食了才香诶，即摆袂是咱就出来啊！出来免食落诶。你唔通食袂落去，你都爱食好饱。总阿强敢若食尔啦。啊！今仔日煮菜啦。哎呦，安尼哦。春花啊，大红包包做大包，你互阮食啊，再无青草。哎呦，煞安尼讲，煞毋知咱响应政府的节约。今仔日我想讲安尼啦，迄个雷党的吼，雷党今仔无来吼，会记你甲通知啦，歹势。雷党的人吼，虽然是农主，是农主回头金不换，一直咧回馈咱遮的乡里。我想讲，既然伊遐尼好心啊，我嘛爱做会到啊，就暂时还袂趁到钱啦。所以恁大家包的红包吼，卖甲拍算去，总安尼拢甲管出来，来去病院。安尼哦，我后个娶某迄红包钱哦，我拢管出来。你加稳稳就免包啊，直接叫有。这段日子以来吼，阮安尼我着去倒来故乡，拢靠大家帮忙甲赞助啦吼。阮阿公我伫遮吼，扶两个囡仔，深深向大家行一个礼，吼，感谢大家吼。感谢大家。谢谢。亲像是无意义的言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硬价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。